黄昏时发。师菩提富裕温和，若人观3000、8000世界七度，一样都是。是人所得福德，名为多好。师菩提言，成多世尊。可以个是福德，即非福德性，是个如来说福德多。若有人不住行中，受其乃至事故决定，为他人说，如何正视可以个师菩提一切诸佛，是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该将自证出师菩提，所以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